公开课总会优秀优秀，开放课程，文史哲、艺术公开课，网络的公开课程，网络的开放课程，历史文化，但是中国大陆的教授的思想，有的可能是唯物思想，就是不信宗教，没有神佛观念，这是唯物思想要小心。可能是那个文化大革命破坏传统文化、教育、思想、宗教等等，造成了无神论、唯物思想，影响到传统文化。